咱唱两节就好。一个大声来吟，希望咱有真水的敬拜，咱今仔日就死到这。请按真同心来敬拜上帝。多多恁是竞选的族，是王，也是祭司，是神的帮助，是上帝家己的百姓。互恁传播迄个受到处恶案入伊美妙的光的好德。恁前毋是百姓，
呾是上帝的百姓，真无受怜悯，呾有得到怜悯。三甲内因是俄罗上帝，圣诗248首，圣诗248首，请起立。即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路因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如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面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做下面肉体的骨仔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用启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上主啊，我靠你。求你按耳孔听我，紧紧来救我。因为你是我的山岩，毋是我的山座。人暗尽就鲁莽要忘我。我将我的灵魂交伫你的手。我的造物伫你的手中。求你，互你的面照光你的路步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。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慈悲恩宠，有阮伫遮聚集，无论阮即个礼拜是平安还是超凡，就拢恩宠阮，伫主日放落一切烦恼，来到圣殿，我要用诗歌敬拜你，向你献上祈祷。
我要安静听候你，因为阮的愿望是对你来。创造天地的主，你的大能是至悬，你创造天顶甲地下的一切，你赐予阮即个美好的世界。我要满心学乐你无穷尽的权能。听阮的主，有你做阮的爸，阮的朋友，这是阮上大的福气。但是阮由愿软弱，多多看伫家己，以为阮所做的一切是靠阮家己，袂记得将主放伫头一位。当阮拄着困难，阁袂记得群体你的道路，无看伫你赐予阮满满的恩典。怜悯阮的主，我嘛看见即个世间战争有散彻，侪侪人失落，心中无平安。阮知影是因为人犯罪，常常骄傲，想要家己做决定，想要家己做王，以为阮会当靠家己管理世界。求主赦免阮的罪，赦免阮的软弱，赦免阮的骄傲，互阮无顾家己行伫你的头前，想要开路，也毋是家己伫后面犹豫无进前。求主互阮专一的心，群体你的脚步，真实甲你同齐行。求主开阮的耳，群体你的声音，专心倚靠你。看顾阮的主，我要感谢你。你创造的世间是遮尔的大，但是你犹原看着阮每一个人的面，听见阮上细的声音，阮所有的快乐，阮以为无人看见的悲伤，你拢看过，你拢无放下。我要满心感谢你，无穷尽的疼痛。有你做阮至好朋友，阮永远袂孤单。我要将阮每一个需要放伫你的脚前，求主安静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。专心谦卑，领受主特别互阮的教识甲恩典。阮深深拜列以上的祈祷，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念写祈祷经讲。
请做伙来供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彼得前书第2章第2节到第10节，伫台语汉字本圣经228页。第2章第2节，就着亲像拄仔生的婴仔，因无神灵全的灵，互恁对长大到得救。你若是又知主是主先。就着安尼，伊是活着，互人去杀；若是互上帝拣选顶中，你就跟伊也亲像活着，去做神灵的厝，做神的祭司班，来显神灵的祭，对耶稣基督为互上帝欢喜接纳的。因为圣经有记载讲，安尼我因所拣选。所顶中的厝角头要紧的石，下伫顺城，信伊的人不得见笑。安尼，迄个宝贝是归着恁信的人。若是伫遐的毋信的人着，起厝的师傅所拣选的石，也做出角的斗底石。如果做跋倒人的石，该着人的石盘，伊毋顺谈道理来跋倒，为着安尼是稳定着地。道恁是拣选的族，是王也是祭司，是神的邦国，是上帝家己的百姓。互你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、立伊奇妙的光的福德。恁真毋是百姓，但是上帝的百姓。因毋想怜悯，但有得到怜悯。且咱无事感到特别是，且做起造属灵圣殿的活着。
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毋知影咱中间较资深的兄弟，敢会记得以前有一个节目，专门伫帮人找人的节目。人有可能因为搬厝、失联，想要找一个真久无见面的朋友，就安排即个节目斗3工去找人。所以即个节目会根据线索细节去访问，真无简单找着啊，就安排双方来见面。哦，这两个朋友一见着面，非常欢喜，揽得甚至流目屎。即种画面嘛，互坐伫电视机头前的咱嘛感觉非常的感动。但是30-40年了后，时代改变啊，即摆要找人已经无遐尔啊困难啊。伫 FB、伫 Line 随时会跳出你几10年前的朋友，要求要加好友。然后咱互加入去一个搁一个的群组，伫 FB、伫 IG 嘛会当不断看见咱认捌的人每一天的生活。看起来，咱是互一个关系的结连的网所结连起来一个世界。但是奇怪的是，较有真侪人较感觉非常的孤单，因为伫遐尔侪群组的内面，竟然无法度找到一个。会互我产生归属感的一个所在，所以虽然每工伫遐发讯息，甲人按赞，但是实际上较无一定会当找到适当的人，会当来承接我的软弱，会当伫我伫要跋倒的时伸出双手，会当陪我做伙行。所以虽然咱甲即个世界保持连线，但是咱已经甲人失去结连的深度。这毋是咱年轻一辈的问题，这嘛是咱规个世代的问题。看人食饭就好啊，真侪人虽然同道伫食饭，但是少年一辈伫滑手机，老一辈甲少年的无话通讲。伫教会嘛是安尼，人已经无亲像以前的时代，会用遐尔侪时间伫教会聚集。咱每礼拜见面，满满的笑容。互相讲平安，但是较无一定会当进入彼此的性命。伫咱的社会，搁较免讲啊，人甲人看起来无啥物距离，但是心甲心的距离较哪来哪远。但是你讲，这甲信仰有啥物关系咧？我追求家己的信仰，毋就好啊吗？咱会安尼想非常的自然，因为即个时代教咱的。就是爱咱去思考家己的目标，追求家己的梦想。但是真少教咱来想讲，我是属伫倒一个团体，咱组织做伙是要完成什么款的目标。但是基督的信仰绝对毋是个人的修身养性，因为基督的信仰的起源就是一个族群的故事。咱看见救恩对以色列民族拓展到全世界。圣经的故事，也是对一个家族扩大到所有信耶稣的人所组成的大家庭。另外，这嘛会当伫主耶稣所教示咱的主祷文内面显明。主耶稣教咱的祈祷文是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市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这祈祷文拢是阮的祈祷，这互咱看出信仰毋那是我甲上帝的故事，信仰是咱要安怎互上帝来起造的故事。今仔日咱所读的《彼得前书》第2章，就是伫安尼一个基础的内面，互咱的提醒。所以咱照着这段经文做伙来思考，伫咱生活的一个真表面有结连。但是实际上，较非常孤单的时代，咱要安怎互上帝来教示，活出咱即个群体的身份呢？彼得前书是耶稣的学生彼得写予小亚细亚北部的基督徒的批信。第1章第1节有讲，受批的人是受拣选的出外人。拣选即个字。会互咱想到犹太人，但是圣经这段经文搁较侪的证据显明，受这张批是外邦的基督徒为主。
这第一代的信徒，因才拄脱离过去的生活，才接受耶稣做因性命救主，所以因的灵命非常的幼细，就亲像彼得所讲的，拄啊生的婴仔。这婴仔无法度家己食物件来得到营养，因需要老母来饲奶。所以伫信仰方面，这信徒第一代的信徒，因需要使徒因传的真理，来互因的性命来得到起造。伫遮彼得讲心灵转的呢，灵的原文是 logos， 就是上帝的道。所以心灵转的呢，就是上帝的话、上帝的真理。并且彼得直接强调，这个真理爱专、纯净，意思就是袂当有任何扭曲、错误的思想，就亲像咱袂将一寡有诶无诶揽入去婴仔啉诶，即个牛奶互伊啉，因为只有安尼，即个婴仔才会讲重健康来长大。同款初信的信徒，只有吸收纯全的真理。因属灵的生命，才会当长大到得救。为什么彼得伫遮会特别提起因所领受的真理，爱非常的纯全呢？因为当时已经有异端出现，这异端伫基督徒的团体内面，不断地发挥因的影响力。咱若看彼得后书，就会当看见讲，这个异端产生真大的影响力。所以，对到这初信的人，因的头壳内面底真侪看起来是，但是佫毋是的思想。彼得就讲，这错误的思想有可能互你感觉你已经食饱，但是实际上较无法度带你行往得救的方向。兄弟姊妹，这毋是一段互初信的人的经文，伊嘛是互咱老基督徒的提醒，因为对初信到得救是一条不断地进前的道路。伫咱初信的时，敢若会当听简单的信息，但家己无法度伫信仰顶面做一寡反省，也是思考。甚至有当时啊，咱拄着一寡歹代志，咱也开始怀疑上帝到底是毋是真的。但是彼得直接讲，咱爱长大，毋那遮。圣经内面嘛有真侪所在提醒咱爱长大，亲像希伯来书，伊伫遮讲，凡若食冷的，无老年义的道理，因为伊是婴仔，独长成的人食五谷，因的心窍对练习来练达，较会分别好歹。只有伫信仰上长大成熟的人，因才会当去思考上帝的话。甚至才有能力来实践信仰，带人来就近耶稣。伫教会内面，定定会当看见，敢若食冷，但是毋愿意成长的基督徒。有的基督徒根本无咧读圣经，敢若追求新约技术，嘛讲上帝会当替我解决问题。安尼的人无认捌是一个牺牲，无认捌受苦甲悔改。将上帝当作是实现你愿望的阿拉丁神灯。有的信徒信主侪年，敢若听人解经，结果就是缀错误的教导去行，甚至转去异端伫遐来聚会。特别这异端拢非常关心人，逐工陪伴你、关怀你，要求你敢若会当听伊的教导。佮爱你毋通转去原本的教会，因为你的牧师、你的兄弟姊妹无亲像我遐尔关心你，因用关系来取代真理。嘛有人对教义，亲像咱安怎得到救恩，咱安怎得到恩典，拢无清楚。认为信仰就是爱我做一个道德顶面的好人，所以我爱来去教会学习安怎做一个好人。安尼信仰观就养成道德老师，每一工伫遐等咧指出别人的错误，较看袂起家己要伫罪恶的中间。但是圣经教示咱爱长大到得救。当然，信仰的过程袂永远顺利，
亲像咱的人生嘛会坎坷，有时你感觉我甲主的关系非常好，但是有当时啊，佫感觉上帝你若离我遐尔远。毋过咱袂当受到错误的情绪，也是咱家己的感受来影响。亲像彼得伫遮讲：“恁若试，就知主是主神，就着安尼。”即句话是引用诗篇34篇。恁着试看，就知上主是好，我靠伊的人有福气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咱已经试过主恩典的滋味，知影伊非常的好，值得我用一生来跟地。所以虽然我会拄着艰难，虽然我现主时伫艰难的中间，但是我相信，无任何代志会当阻挡上帝对我的疼。所以咱看见，对初信到成长是需要有真理来起造的。所以信仰毋是一种感觉，因为感觉会对环境、会对条件在改变。但是当咱有上帝的话做基础，当咱互上帝真理做咱生命的中心，咱就会伫稳定的内面健康稳定来长大。但是信仰毋是家己好就好，因为一个人的信仰敢有健康，是爱甲别人接触，才会当显明出来的。所以毋是停留伫我家己有成长即个阶段，彼得爱咱就近主。就近毋是讲我想到的时才来活过来，也毋是我伫理性上知影有耶稣就好。就近是讲，咱爱来到伊的面前，甲伊面对面，爱经历伊。而且彼得用活石来说明咱爱就近的耶稣。但是兄弟姊妹，石头是死的，哪会是活的咧？即个活表示活地，因为咱知耶稣对死搁活，并且即个活是一个源头。对伊遐会流出气力来供应咱，石表示坚固稳定，是上帝要使用的基石。所以彼得伫遮用一种非常新的角度来说明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使命。耶稣即个活石虽然互看轻、互拒绝，但是伫上帝救赎计划内面，伊成做上帝所看重的宝贝。并且因为耶稣的国活，互跟缀伊的人的性命也会当伫罪恶中得到换新。另外会讲活石，活石就是起厝的时的地基。彼得讲，咱若伫耶稣基督即个坚固的石盘顶，继续起造咱家己，继续起造咱规个团体，咱就会坚固，袂摇动。亲像彼得前书、哥林多前书3章11、15讲，因为所下的地基以外，无人会下别的地基，地基就是耶稣基督。有所也讲，安尼恁无搁做外面人架脚的，就是甲遮的圣徒三国做上帝家来的人，受起造伫遮的使徒甲先知的地基顶。基督耶稣家己做触觉要紧的石，在伫伊记纳所用的拢三联络，点伫主来渐渐成做圣殿。恁也点伫伊三角受起造，成做上帝用神所起造的厝。所以咱看见伫彼得这段话内面，彼得伊引用真侪旧约的经文来成做伊的基础。亲像咱头拄仔所读第6节，就是出自以赛亚书第28章第16节。咱所读第7节，就是对诗篇118篇22节来的。咱看的即个第10节的所在，嘛是出自以赛亚书第8章第14节到第15节。所以咱看见彼得用这个经文来做证明，耶稣是值得咱来倚靠的。若相信的人，咱会付出咱全心全意，愿意将家己一生来交托互伊的。但是毋愿意相信的人咧，也是讲无属灵眼光的人咧，
虽然来教会真久，但是无任何属灵眼光的人咧。对遮个人来讲，耶稣就亲像是一块挡伫路里的石头，会害因跋倒，害因无法度去起身。接续彼得话锋一转，爱听众注意。第5节会当讲是这段经文的中心。恁就近伊，也亲像活石。彼得提醒咱爱甲耶稣即个活石有结连，并且对伊来领受活命，起造甲伊有同款性质的活命。你讲我哪有可能亲像耶稣咧？我是一个罪人。当然，咱安怎追求，嘛永远无法度亲像耶稣。但是讲即句话的彼得，伊本身就是一个见证。彼得的名意思就是石头，并且耶稣予伊另外一个名基法，意思嘛是石头。耶稣毋是乱号名，耶稣是伫宣告彼得的使命。你就是彼得，伫即个石盘顶，我要起造我的教会。耶稣毋是特别要彰显彼得的地位，是因为耶稣知影彼得即块石头会因为耶稣即块活石来改变。伫咱看耶稣传福音、带即群学生的过程中间，彼得即块石头是搁老搁臭，伊想到啥就讲啥，伊讲话无经过大脑，伊无看场合，伊对家己非常的自信。但是，就伫耶稣封骂迄年，伊3届毋认耶稣。所以，伫家在啼叫的迄个时刻，彼得崩溃啊！原来，伊才知伊无亲像家己所想的遐尔啊厉害，有信心。但是，咱看见耶稣安怎回复伊？耶稣搁活了后，有3摆甲彼得有问有回答，透过安尼重新来起造伊。所以彼得讲，恁爱就近活石，是用伊家己性命的见证伫讲即段话。伊对遮个信徒对咱讲：恁看，连我即块石头，嘛会当互耶稣即块活石改变，何况是恁？来吧！只要就近耶稣，伊有气力会当完全改变咱。耶稣毋若要改变咱的性命，耶稣嘛会改变咱的身份、咱的使命。彼得讲，毋若伊即个活石，咱所有渐渐互耶稣改变、有耶稣款式的活石，咱来做伙起造心灵的厝，做圣的祭司班。来献心灵的祭，对耶稣基督会互上帝欢喜接纳的。心灵的厝，毋是一间看会见的圣殿，心灵的厝是有圣神同在的所在。伫遮讲的就是咱即个人，咱遮的人。圣的祭司班讲的是服侍上帝，无过是祭司的特权。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到上帝面前，咱毋免亲像犹太人爱透过祭司才会当来到上帝面前。咱嘛毋免亲像犹太人摕牛、摕羊来献祭，咱来献的是啥物？对基督耶稣会互上帝欢喜接纳的，就是全部的咱的祈祷、咱的时间。咱的材料、咱的金钱、咱传福音的奉献，对遮咱会当看见，当咱亲近耶稣，原本犹太人甲上帝原本距离中间有的迄个距离，对咱来讲已经拢无去啊。犹太人的圣殿严格限制入去的人，伫内面的圣所嘛只有属伫阿伦的子孙，才会当入去服侍。因所献的祭物嘛，一定要完全照规矩来献，袂当有任何瑕疵。但是耶稣拍破安尼的隔离，透过伊的死、伊的国活，咱会当直接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彼得对活石讲到起造，对个人就群主
提醒咱爱有团体做伙的起造。但是为什么咱要起造咧？为什么咱需要成做心灵的厝咧？因为上帝要起造的是一群有名字、有身份的人。这个身份毋是世界予咱的。伫遮彼得讲，独恁是竞选的族，是王也是祭司，是神的邦国，是上帝家己的百姓。竞选的族，讲的是咱无需要靠血统，无需要靠出身来互上帝竞选。咱是因为上帝主权，上帝听，咱才互竞选。咱是王是祭司，表示咱毋免透过祭司，咱每一个人会当直接来到上帝面前，并且咱无搁属伫即个世界，咱是属伫上帝的子民。咱会发觉第9节甲第5节非常的相款，讲的拢是咱就近耶稣即块外招了后，咱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份、新的任务。但是当咱咧读即段经文的时，咱敢有发现？我头拄也讲过，彼得即张批是互外邦的基督徒的批，但是伫彼得即张批内面，较充满侪犹太人信仰的用语，譬如讲圣殿，譬如讲祭司，譬如讲献祭。其实彼得伫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将外邦人放伫上帝互以色列人救恩的故事的内面。对犹太人来讲，因遐的外邦人是无资格会当入去因所认为的救恩的内面。但是彼得引用侪的旧约经文，亲像第10节就是引用何西阿书。伊伫遐讲，恁前毋是百姓，当是上帝的百姓；前无受怜悯，当有得到怜悯。所以彼得引用侪旧约经文，来甲遮个外邦的基督徒讲，恁外邦人无过是一个旁观者，因为上帝的怜悯，恁互接纳入来伫上帝子民的历史的内面。这搁一届甲咱证明旧约的重要性。伊旧约会当提供稳定的信仰的根基，互人袂一直停留伫个人的感受，互人会当将信仰结连对自古以来所有属伫上帝的遮个团体。所以彼得毋是要将外邦人变做犹太人，伊是伫遮做一个新的神学来宣告，教会就是所有新的子民所起造的一个教会，所有的人无分历史背景，只要相信上帝，无论咱是2000年前的人，也是咱现在2026年的人，也是未来4000年的人，只要咱相信上帝，所有的人拢活伫同一个救恩的故事内面。兄弟姊妹，彼得透过引用这旧约，互咱看见上帝重新定义咱的名。这个世界是根据你的表现，互你真侪名。可能你是别人眼中迄个成功的人，但是嘛有可能你是一个别人眼中迄个无出脱的人。有可能有人认为你就是有价值、有生产力的代表。但是嘛有可能有人认为你无能力、无任何价值。但是彼得讲，这名字无法度搁定义咱，因为上帝宣告，当恁是上帝百姓，这已经成做咱的名。当咱明白这点，当咱无搁活伫错误的定义的内面，这个世界就无法度搁打击咱、打败咱。今仔日的彼得，互咱看见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上帝拯救咱，毋是爱咱成做是一个较好的人，上帝是爱咱成做一群新的人。这个世代教咱，你着过好家己，完成家己，成就家己。但是咱的福音是讲，你毋是孤单一个人，你属伫一个团体。所以虽然咱捌经历孤单，
但是现在咱真做上帝的百姓。过去咱可能无人听，但是现在咱活伫上帝的怜悯的内面。但是问题是，咱敢有活出团体中间的咱的款式咧？也是咱敢若每一礼拜来坐礼拜，来听圣歌队献诗，来听讲道，然后离开。若是安尼，咱犹原是个人的我的信仰。但是彼得互咱看见的是，咱是一地一地的活石，咱是爱三活，是爱三结连、三扶持，才会通起造上帝的厝。所以信仰毋是讲问家己我会当得到甚物，信仰是问我伫即个团体内面，咱要成就甚物。咱会当来思考，咱是要成做一个旁观的信徒，也是成做是一个真正起造、互起造的活石。你敢愿意伸出身双手去扶起一个特别跋倒的肢体？你敢愿意用你的时间去陪伴一个孤单的人？因为上帝要起造的咱，是对你开始。如果有一天，咱的教会真正做是一个安尼的所在，迄时世间的人就会看见，咱就是属于上帝的一群的百姓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透过彼得这段经文，提醒阮爱成就的，毋是我个人的信仰，爱成就的，阮爱做伙追求的，是咱团体安怎互上帝起造。主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无论是甚物款的年龄，主，阮愿意伫阮的小组、团契、教会内面，做伙来祈求，安怎互上帝你来起造，来起造成做你属灵的厝。主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愿意脱离过去迄个邪恶的阮，互阮愿意互你换心，对你遐来领取活命。互阮会当得起造，也互阮即个教会、即个团体嘛会当得到起造。对安尼，互别人看见，阮是一群属于你的百姓。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请咱做伙来读2摆。我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若无对我，就无人就阮爸。恁若已经捌我，就也捌我的爸。打了后，恁捌伊，也捌看见伊。约翰福音14章60。我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若无对我，就无人就阮爸。恁若已经捌我，就也捌我的爸。打了后，恁捌伊。也捌看见伊，约翰福音14章6到7节。
3甲04回应上帝的话，信息257首，信息257首，请起立。请坐，奉献，请陈秀儿技师、曾玲仪技师来负责奉献。请起立。请坐。消息报告。第2点，5月12，礼拜2是母亲节联合礼拜，请兄弟上午9点半前来敬拜。第5点，
5月24日礼拜二，圣灵降临节联合礼拜中要举行洗礼甲圣餐，要接受洗礼，也是想要认捌信仰的，请勿单面临牧师报名，好安排洗礼的课程。奉献部分也有错误，请勿中止更正。周间聚会甲后礼拜的圣工事奉，请家己看，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今仔日是社青的主日，所以遮个社青小组会遮个同工因做伙来服侍，咱嘛替因祈祷，吼，咱嘛有适合的年龄的遮个囡仔，吼，青年，咱嘛欢迎会当伫每礼拜四暗时，吼，伫遮教会1楼伫遮聚会，所以欢迎咱做伙会当来关心。咱来看咱的家大岛的事项，第一项，咱为着世界，为着台湾，为着各地宣教师祈祷。咱嘛为着今仔日的社青主日，遮社青的遮青年来祈祷，互因伫社会工课做工课有真大压力，咱嘛恳求主来帮助因，享受因智慧。咱嘛为着咱教会其他的事工，咱建堂的事工，咱的其他遮宣教、关怀教育的事工，咱嘛为着身躯欠安伫处理疗养的文书者、陈好兄、燕纯、应轩、林水长老、以礼、慧玲姐、秀慧姐、金芬姐、雨婷、阿卡姐、民主姐、方梅姐、俊成兄、丁友兄、bình理姐到明兄、阿菊姐，咱开喙为着遮个事，为着咱的集体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透过祈祷，阮会当甲你结连，也彼此有结连。主，阮为着集体来祈祷，有侪位的兄弟姊妹年老病痛伫处理疗养的，主啊，恳求你赏赐互因对你来的快乐，也帮助因厝内人伫陪伴照顾的时，会当有对你来的健康甲疼，会当来陪伴因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中间的遮社青来祈祷。恳求你看顾即群青年，互因会当伫平常时的工课中间，会当来荣光你的名，也伫教会的遮个服侍，也是追求信仰的顶面，会当来起造。主，恳求你来扶持因。主，阮也要为着教会其他的事工来祈祷。主，阮的社区的事工，恳求你，互阮会当接触无共款的人，伫社区对外面人的朋友。也互阮透过阮的服侍，互因看见上帝你的疼。阮也为着阮儿童夏令营的招生来祈祷，恳求主继续来帮助，互遮个报名表会当透过无共款的宣传方式，互搁较侪人会当来，囡仔会当来参加安尼聚会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社会来祈祷，阮看见社会充满真侪混乱，主恳求你的和平。你的公义会当伫中间引出，也为着阮的宣教师来祈祷，恳求你告诉遮宣教师，伫各宣教的地，互因赏赐因会当有智慧，互因将上帝你的道会当传到遮世界无共款的所在。主恳求你来扶持因，因拄着困难也拢无共。主恳求你就按照因的需要来帮助因，也恳求你照顾即个世界。即个世界原本是你创造遐尔美好的一个世界，总是犯罪、人类的贪婪，或者个罪会进入遮个世界逐所在，来破坏上帝你所创造的和谐。阮恳求你的医治、你的怜悯，互你的疼、你的公义，亲像光照入来遮个黑暗的所在。主恳求你的扶持帮助，也将兄弟姊妹，阮的新的一个礼拜交托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主你引带阮。互阮会当靠你来得到活生，互阮靠你来得到快乐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这是咱伫上帝所赏赐的平安内面，咱来行平安礼。我因主的疼惜。
是来因信息391首，信息391首，因死了，请陈牧师来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世代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